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，我是钟玉群阿群妹。今日嘅节目当中，阿群妹要来同大家来分享乜嘢咯？哎呦，要同大家来分享伊咧，要伴大家後冷水悠悠滾，大家看得到，識唔到？冇啦，有機會識得到。是唔過如果走下現地，我可能會走去台東。一件台東嘅點係啲嘅賣乜嘅咯？加到啲嘅賣啊，請客家嘅傳統點心，係個唔單槍有一條傳統點心以外，還有青島本兒做啲食啦，做啲裡面其他嘅東西，做啲伴大家食到飽，食到清歡喜哦。啊，記得係乜嘢咯？細細格格來分享。今日嘅節目都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到呀兩字愛哦。先來分享每日從理由分享理由。大家好，我係慈松雷甜味家理由。啊，今本清歡喜來到兩片夫妻來了。好，分享理由來到節目當中哦。謝謝。接下來請難得哦，有請到理由嘅媽媽鍾媽媽訴上哦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慈松雷老妹來呀。夫妻來了，哦，分享哦，呀，鍾媽媽係個理由來到呀節目當中來同大家來打嘴鼓哦。今日有請到兩位同大家來分享雅烏卡開嘅一間店嘅，一下都啲嘅賣傳統嘅點心。啊，一開始我有講到，大家愛食到雅烏卡嘅東西，愛去下現地，愛去到台東去，因為雅就係啲台東嘅客人，錯冇？係。哦，啊，頭擺係爸爸係對其他所在県西都搬到台東去嘅。那陣係阿太以前，阿太清朝以前就開始誒，都對個條婚，條婚移居到慈松，在那邊開墾生發。對，嗰時候像鍾媽媽就係頭擺就到一路以來都到台東生發咧。係，細都啲嘅。哦，細都啲嘅，一直到一下。嘅台東慈松嘅片一下係當到人講下。係有青島，係青島，因為我同鍾媽媽講下係青島地嘅，客話講到清好嘅，完全冇輸到環境嘅影響，因為嗰片係當到離山行嘅，木卡攏種嘅客。啊，全部嘅行業都錯嘅。嗰時候你看哦，啲台東咩有當到行業，韓國啲嘅做呀客家嘅傳統點心。啊，唔過其實呀點心店啲開以前每一次都會開呀點心店哦，頭擺係做呀瓦斯嘅，錯冇？買瓦斯嘅，係頭擺叫做瓦斯桶。我講，對，錯，一桶安尼。啊，你沒有做過？也沒有做過，你講嘅人？那是的。你係講嘅人咧，你係是打去送牙絲，像蒙年嘅時陣，都係是打落。去打去送牙絲，是打去送牙絲。哇，佢按用喺頭擺係清辛苦嘅工作，他勞力的工作啦。啊唔過下後，簽嘅牙絲紅就轉行，就有一點轉做，比如講有做嘅飲料跟甜品，對不對？當時想要開這家店的時候，就是瓦斯行，它一定有一個淡旺季，他就想要在那個夏天的時候，還是最淡季的時候來賣，在盤點我媽媽的那個手藝裡面。盤點媽媽的手藝，先看啊，媽媽有做幾多種東西，那一種她手藝分享嘅，知嘛？對，錯。啊，然後都想到，在那個別家店賣的東西，我送瓦斯的，啊，他也是我的客人，對啊，然後就想說不要有衝突，哇，好貼心哦！不要有衝突，然後又找到媽媽的那種傳統的那個五桶哦，黑糖漿，係弄在串邊送杯嘅，很棒誒！啊，清好食，啊個啲慈松攏是唔到安尼嘅味道。所以鍾媽媽頭擺你寒些理由寒些時間，鍾媽媽就會煮五桶水，都為媽媽開始。你啊，給媽媽，嘿，你有個家婆，錯冇？哦，嗰陣時就煮五桶水，啊，有可能煮啊，嗬，真香呢，啊，就是家都去研究啊。哦，嗰時候他喺熱田就開始有賣這樣子，賣刨冰，從刨冰開始，然後到真的，其實年紀也越來越大，他那個比較勞力的瓦斯的行業，對我來講真的很吃力，才會這樣慢慢轉型，然後開始賣甜點。
卖甜品。还有就从这个黑糖冰，还有就其他嘅点心，然后一切都也从佢们很多东西出现，很多，这个係非常丰富。来讲一下雅布卡嘅店嘅嘅名，这个名字听说也是有一个谐音，跟土地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本来上公弄都是卖甜点嘛，就想说取一个甜味加，是甜的东西。后来想嘞，也跟一些像农会的辅导啊，讨论出是不是把这个甜改成稻田的甜，因为所有的食物都会从那个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，甜美又会甜度上出来，对，让我的食物更有一点点含义在，有它的价值存在。对，有故事都底度就错诶。刚刚有讲到吼，也条东西啊，青岛都系妈妈嘅好素捏啊，错冇？比如讲也条捏板啊，然后什么珍珠圆啊、肉圆啊，妈妈你头摆。真正就係當專門啲嘅煮東西，凊粿煮東西，也係講要做個相關嘅投入。頭擺我係開自助餐啊，高手啊！凊粿煮哦，嗰時韓國去煮東東顏色嘅哦。係啊。哦，嗰時你一路嚟就東粿煮色嘅。一路都攏啲煮嘅啦。傳統嘅也條客家嘅料理，頭擺咩有好多，都有經啲嘅做。就一切做到也下，都也下很輕，很啲做。啲油係咪上可以學？有啊，甜咩要學噶？但是是不是有點難啊？我真的覺得有點難，這要這邊表現的東西，通通都是那個經驗、時間累積的味道。我也有這個困擾，因為我咩當上嘅同人媽媽學佢煮嘅東西，唔過佢大伯就說。就是要不用要你，要不用要你，要不用你就米按鈕就是這樣子，這個感覺。然後我就想說，這個是什麼感覺？弄 Q 用，對。老人家在教我們煮東西的時候，就一點點那個一點點料，一點點美跟一點點美，都炒炒嘞，但是順序很重要啦。媽媽都會教講，乜嘅東西要先冰，乜嘅東西較慢冰安尼，佮炒出來的米較會較蓬，會比較香。对，因为我就知道像也下會講嘅這個捏板啊，捏板係用客家清傳統嘅東西。韓國你做得對按用嘅捏板，你做得看得出來，也算係耐打俾客家人嘅。比如講，我就算去到台東，我看到你有雅布卡嘅捏板，我就想，也應該係沒有你咧，唔可以查體驗，因為金蔥攏按用吼。對，因為底部係爆糟嘅落皮洗，對不對？媽媽會同大家來紹介一下雅布卡嘅捏板冇？哦，雅布卡捏板，同大家來紹介一下。捏板底部有嘅醋嘅嘛香蔥，香蔥嘅鳳蟲頭邊嘅嘛，唔似夾邊嘅鳳蟲頭，是夾邊，是夾邊嘅較好食，較香。底部又有香菇，好香哦。個有嘅乜嘢蝦仁、蝦皮，個有豬肉，韓國吹不洗，對，吹不洗，我青好是吹不洗嘅，有的唔係用洗澡嘅吹不洗，係用濕嘅。濕嘅咩青好食，濕嘅青好食，唔講眼就幾種咩眼從細食到嘅米線，嗰種我知道，呀，客家嘅辦嘅清神節嘅素菜就係做得對家嘅愛傳啊，地都會口味啊，做得食得出來，又係耐打俾客家人嘅米線，錯冇？啊嘅捏板嘅捏喏，捏哦，都。我去尋嘛，無都下面摘來本人哋買落去買進來，要托好來，要殺，全部從頭到尾都自家做，都自家用。哇，其實按用真係真麻煩呢，唔會啦，真多工呢，係工較多一啲捏板，我從九型做到好，按布頭，好累哦，好辛苦。捏嘅按用嘅較香，好，對，真係有呀加捏嘅按用嘅菜包食起來真係米線客人用嘅，對，因為是啲甜甜啊，愛冰糖嘛，佢人會甜冇本來甜嘅感覺，有一絲嘅糊，你愛冰糖落去。然後佢嚼啊，人做起來，人又甜甜。其實啲台東應該青少食得到捏板吧？不太容易。青島，因為東島行業。係。嗰時候咩？太監人都會做，像你啲嘅搶名。
我拜拜啊，拢要做夜班。古早其實台東咩青島？青島，青島人種，耶，就錯嘅。鄉下人拢較要種嘅。古早係唔係因為太多人做夜班？古早人家就會做市場區隔，還有一個珍珠肉圓。因為珍珠肉圓喺外地沒有看過誒。冇看過。呀，係乜嘅東西呀？有一些蔥霸丸，係，對不對？有一些嚟蔥。啊，佢咩糯米做嘅？哦，佢用乜嘅米做嘅？講迄個佢係西谷米啦。哦，有點像是自家嘅創意的商品了。低度包的東西係嘛？低度包竹筍。哦，竹筍真嘅有一些蔥霸丸，對不對？啊，有竹筍有豬肉，要用用炒啊，讓去包。哦，還有羅皮絲蔥冇，都低度，冇羅皮絲，就竹筍，蔥肉也得哦。啊，竹筍攏你隔壁較多嘛，吼。啊，就有竹筍甲哈，都要去買起來，咱去裝起來便當。我甲哈你都會留好。幾年你就有好有創嘅。炒。啊，睇下這種樣嘅珍珠肉圓有吃到，誒，也係乜嘅？冇 Q 用嘅。對，冇 Q 用嘅，冇 Q 用嘅珍珠肉圓。啊，青島人，青嘅哦。青好生，青中醫生，有知道哦，媽媽傻皮弄弄嘅哦，青島人青島人呢？對啊，嗰時候叫乜青島人？老 Andy 講，哦，娘青好生呢，哦，Andy 較嘅咩做出來本人吃，很開心，沒有做出來就錯來啦，對啊，嗰時候還有青島故事可以同大家來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講哦。好，非常大家有真到福氣來咧，我係趙永權阿權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新客家嘅點心店，韓國唔但止有客家嘅點心，咩生下來有天天嘅有假嘅餡咧，也都本人好食咧，也都飲料啊，韓國點心都地杯本大家真好食咯。啊，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繼續來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杏仁茶，也咪係愛情好食嘅一種東西，因為唔管係熱甜色，也係寒甜色。熱甜眼就好食白面，寒甜眼就好食按用一杯小嚕嚕嘅杏仁茶，就吃到當幸福嘅感覺。按樣不看嘅杏仁茶，咩係對一開始就是從杏仁開始就開始去甲做到變按用一杯。錯，因為當到可能飲料就會是，比如說像杏仁粉啊，這種比較方便的方式來泡。啊，唔講也就唔咩，我哋唔係，我哋係試打買個杏仁片進來，試打磨，試打磨，然後再過濾，把那個渣渣過濾掉，飲起來較順，然後咁撈去煮好，煮不去滾安尼。嗰時候我看到筍湯杏仁茶筍湯，還有不用一盤芝麻，黑芝麻。錯，這是你們家的配方嗎？冇呢，應該是還有，其實杏仁茶它本來就是堅果類，它可以加任何堅果的東西。哦，那我想說加黑芝麻粉，對，加下去會增加它的風味。全部嗎？一點咪咩得，一點咪都好哎，一點咪就好哎。好，那我撒好這樣子打下去，然後就做喺哪裡面？其實睇下冇啲樣樣旁，我哋先淋嘅磨撒芝麻粉，先。好濃稠哦！我底杯都有加一點那個紫松的碎米哦，有加米底杯，其他杯，所以會有一些的狗扭的感覺，而且它這個顏色好滑順哦，是白白的，然後濃稠的感覺，然後唔會當甜，因為甜的東西其實會生痰。對，但是杏仁又是一個顧喉嚨的一個食材。故說我有想時沒吃到，是太甜，其實就懂好食嘞。我要來試試看。好，
啊，伫做生理安尼类，然后银行要用老来讲，为什么要加黑芝麻粉？提供会帮助我们人体更容易吸收杏仁茶的蛋白质跟脂肪。哎，这也是客人教我的。哇，好好喝哦！因为其实黑饮茶底下样旁提度。所以一开始，在这个节目一开始，我就批到牛跟杏仁茶的味道，因为青蒿生要这种杏仁茶的味道，而且我有想是我会吃到懂奇怪，中间该甜盐跟杏仁都可以有这种的香气。这个是很浓郁的味道，是不是说我们在卖场里面一路过都就闻得到那种刺鼻的杏仁香精味？不是那种，不是那种，对，不太一样，一样很浓郁。按过某嘛该控油，某个刺鼻味啊呢。对，啊，丁两个点度烘出的按用剩一碗杏仁茶之外，还可以加点油条，是不是？太幸福了，好满足哦。哎呀，没还很甜酱油哎，本来很甜酱油，哎，阿亮他我一年四季都在做生理嘛，完全以甜味家的工作，对，在生活。然后我一年四季也卖热的杏仁茶，也卖冰的杏仁茶。哦，那也卖夏天也卖刨冰，冬天也卖刨冰。哇，太棒了！因为有想吃，就是夏天冬天也冬上的是白，啊，不过就冻到热天买白的店，寒天就冇买白的，啊，就心想讲嘿。用的什么都变的，所以呀，它就会寒天、热天全部都有卖，卖的东西全部都有，也有冰品，也有热腾腾的，全部就做在这里头。哇，真幸福哦！啊，我今日也有想到你有来到节目当中啊，没有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呢福氣便利店，就係來同大家來分享黑飲茶，因為黑飲茶就黑飲茶嘛，啊，不過其實人家都懂賣也懂到黑飲茶，鼓手有很多創意的喝法，可以跟大家來介紹一下，對不對？對，畢竟講有哪條呢？我店鋪賣商品呢，都會讓它再多次運用，我都有賣紅茶。没有卖杏仁紅茶，对，杏仁紅茶還有剉冰的配料我們剉冰的配料，剉冰配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會有紅豆，我都是賣傳統剉冰，然後都有紅條綠豆，法條，薏仁我們會把它加在桂圓，跟桂圓一起煮，好像我們小時候吃的跟糯米冰棒，好棒哦，然後軟花生雪蓮子，我會把這些配料全部加在杏仁茶裡面，然後變成一碗杏仁甜湯。聽起來好奢華哦！有種傳統的點心，按用加嘅清傳統嘅米絲豆底度，然後又設嚟到嗰種新天空嘅米絲，對不對？所以杏仁茶，係講大家有不卡色唔睇嘅杏仁茶，或許也可以試試看這樣子的方法，對不對？然後加紅條底杯珍珠，變成甜湯的感覺，但是比例可能就沒有利友給的店鋪按好生啦。你專門嘅美黃金比例當然有啊，對不對？對，除咗個黑飲茶，因為大家要做的食到其他客家嘅傳統點心，比如講牛溫水，錯冇？錯。張媽媽同大家分享一下牛溫水，怎麼嘅按到牛溫水呢？我啱妹講，你有講牛溫水跟咩喺我哋小時候都是阿婆以前都有做的東西，為了讓店鋪的商品更多元，把客家味帶得更清楚一點點。連牛溫水都會我哋以前做啲田風做西，都一定會吃點心，cái點心都會牛溫水，佢都會形容cái牛，啲cái爛泥漿裡面大棍，泡在那個爛泥漿裡面露出背的樣子，我就想要把這個東西介紹給客人，透過食物的文化，然後讓客人了解我們客家的故事。不說你南腔賣甜品，還會講故事。我知道為什麼理由要說媽媽的黑糖水這麼好喝了。眼上食到一絲絲的也拌的溫度嘅一啲啲的，眼就知道哦，真係清香真好食呢。韓國係凍牛嘅黑糖嘅米線，怎麼嘅會按牛按香按好食哦？唔同嘅先炒過，炒過係炒米香。
按用草熊就会变到懂后生。啊人都不用是个爱过去煮啊，都不用二沙吼，个乡下去煮1点钟。妈妈快要把秘方全部说出来了。真的啊，我跟南亚听说爱法东都功夫公司耶，伫个嘿，伫个煮啊，难怪啊煮尾去较1点钟吼，伊都较牛的。它牛都被冲那样狗狗。有，我觉得那个是满满浓缩黑糖的味道，然后冻下拌，因为一般来讲拌的就冇米稀嘛，就会密的米稀。水安样样。对，啊，你讲哎，刚他真紧，我想说，第节目后生懂的东西不要吃太大口，吃小小口的。古时候张芬都一滴滴的桶水，应该就吃到哇，给无桶水清雄清后是。啊，等那边都会弄用。那我就会用下无桶水多哎，难怪按苏宁粉呀，按龙宁好。那泰雅是都要牛温水，那个有没有什么顾客有一些回馈的意见，为你吃到很印象深刻的吗？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客人都是像朋友一样，但也没有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真的印象。我想说，大家会对牛问水这个食物很好奇，会，因为在台湾有好几个食物名称，对，其实牛问水是无法让人家想象它是什么东西。哦，因为基本上是客家丝啊，懂得客家人甚至没看着不知道是什么。哦，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有一天就有一个小朋友，我来吃点心，啊都看啊，啊都老给旁边的朋友讲，该叫牛眼唔得生牛。没有看到牛，然后年终男生牛哦。那有人跟他说，啊，这没有牛可以吃，然后我讲该吃麻糬，对，麻糬甜甜的，甜甜的，对，小朋友的最爱。哦，清神奇哦。古时候我们蛋餐有牛温水哦，有后里面东西儿童太家来宵夜，嘿呀，酸梅汤。对，这个酸梅汤糖贡，哎，要不然没妈妈给哦，没亲戚嘞，亲戚嘞，介绍一下，酸梅汤也是一开店就有的商品啊，就因为亲戚他们在煮酸梅汤，对，啊，我觉得那味道非常好，啊，他也愿意告诉我酸梅汤的制成，把它拿来喝，对，他也愿意告诉我它的制作过程还有主要的材料，然后就。好好喝哦！因为我係咧清江酸的人，啊唔過食過會酸酸的。唔會，因為我吃到幾個酸味後波油的係嗰種，應該是很多種配料的味道，有那個山楂是不是？哎，有山楂，有烏梅，這是最主要的原料。對，然後很香，還有一種。炭的味道，就烏梅的味道，煙熏烏梅的。哦，哎呀的批料根本也沒有帶到現場來，又要公布黃金比例了。對，同大家來紹介一下，有我不認識的東西耶。那一顆我就不認識了。跟黑羅漢果。怎么跟我印象中的不一样？我印象中的是乳颜色比较深。以前拢可以日晒阿亮哈罗汉果都是机器在烘干，烘干，所以它有保留一点点它原本的颜色。啊 ，Noble 看到的也黑感觉外皮没有那么深色，然后是用低度这个，我都不要按嘞拿去煮，就按油拿去煮，然后除了罗汉果之外，还有哪一些？都有洛神花，刚刚乌梅、鲜渣，我是用菊花，按嘞，还有其他的，不能说的，但是真的很好喝。尤其我们这样咳嗽的时候，有没有喉咙不舒服？给酸梅汤妹在煮小小，来滴。就可以让我们止咳。对，好棒哦！古时候真嘅係清幸福嘅一種在下午茶嘅感覺吼，還有當到故事愛同大家來分享先，其實是下等下再個轉來。好，分享大家有
真的福起来咧，我係終於向阿權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件台東嘅店嘅，阿家就賣嘅青島客家嘅傳統嘅小點心，還個我今日就真經就唱有一個很完整的下午茶，因為我家食咧買夜飯，咁樣食珍珠肉圓，還個黑飲茶，還個牛溫水，還個酸梅湯，啊呀啲東西我真經平常時咩清好食，有陣時我啲，因為我都啲台北成番嘛，故所有陣時真經當懷念屋卡家鄉嘅美食，我初半日真經係初半日，我應該講我前日經常係食法飯，我就初半日去家做法飯，啲有幾難忘，我香港嘅法飯唔點會飯冇，我就自己覺得很擔心，但是。就係因為我啲台北有嗰種想念屋卡嘅好食嘅東西，嗰種心情，故所我相信也應該咩係理由一直決定我要帶到台東，要在台東的原因吧。錯，就是讀書的時候有3年在外地，工作3年在外地，最後還是選擇回到自己的家鄉，然後去都數3年，做自己以前就有期待想要做的工作。然後那個時候有離開屋卡，一段時間。高中啲諾貝讀書，都喺諾貝做事，來繼續工作3年，都轉到池上去嘅。所以也就這一小段時間離開。啲諾貝年，一車都到池上，哇，都沒有離開誒，都沒有離開。然後後尾又到屋卡，像屋卡開10點開始賣啲屋卡天數，然後現在又自己開一間店，然後去個創業嘅感覺。故說你清好待在池上要的素材，我唔喜歡青老人的素材，不喜歡青東人的素材，然後還好池上。因為金城武的一個效應，因為金城武樹的效應，那個博朗道到金城武樹的效應，讓池上的觀光客，人次沒有減，人次一直增加，到現在到穩定這樣子。其實啲池上開店，咩會得生法？你做得生法就錯誒。爸爸媽媽咩同親子池，你有做廿件事情。唔會知道會受理係，因為醫生人咧投入可能就會輕輕鬆嘅事情啊，唔是講有乜嘅壓力啊，我可以間店嘅輕辛苦啊，會按用受理冇？唔會呢。伊想要做嘛，嘅你都支持佢，全力支持，就緊住。爸爸媽媽攏會按嚟讓我哋教育，我哋要做嘛嘅，佢哋攏會支持，也不會給太多的阻擋，但會給建議，按嚟，像以前開店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只賣刨冰，我爸爸都會講，在鄉下地方，你賣一烘咁有法度生活啊，才會慢慢增加新的商品進來，新的商品進來之後，才感覺自己好像一直在跟客家連接，然後才會一路到現在賣東西客家食物。對，所以其實你有沒一直想要老客家這個元素，希望可以一直保留下去？會一直想要保留下去，因為越傳統的食物因為老人家都離開了，傳統的食物就會一直消失，一直消失。我希望這家店能把客家食物的文化一直延續着。對，我覺得好像也有一種情感在食物裡面。沒錯，就像想在台北想念的法飯嘅感覺同樣，就希望把這個味道留下去，因為真的有可能再過30年、50年過後，你可能冇辦法食到清傳統嘅按用嘅米線。對，所以其實這樣子的味道，要這種東西，應該要喺啲台北已經親自有看到誒，要裝到沒有呢張有機會看到按到。我都喺老街讓你看到。對，然後老街的還冇聽說好食，因為你去靠山就會講到嘛，去搞不卡嘅米線啊。可是我真的要很謝謝你有老亞。好米線、老嘅米線繼續傳承下去。我相信你有唔單槍有去港嘅店面，有陣時你也會去市集擺攤，對不對？一開始的時候，我還是會去市集推廣我們自己屬於我們自己的食物。那我也有才中
在10年前就开始推广那个慢食的文化，对，希望吃当季、吃在地的，我也透过这个活动，然后去外面摆市集，让更多人知道田味家这家店。跟你出去摆市集，在摆市集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或者是大家对于客家的食物有一些疑惑的这样？其实，在摆市集的时候，看到客家的食物，其实都会很想要问，为什么这个牛问水要叫牛问水？然后草蛙粿、艾草，对，因为有闽南人是用那个是鼠尾草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他们也是看起来没黑强色嘞，然后底部好像也有包含没有包按用落配高压的落配西亚的，他们讲较无香。冇 Q 用跟米西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会一开始看到以为说，哎呀，那是鼠尾草，草啊粿是鼠尾草做的，然后就借由这个机会，刚好台东样的手材，各个民族都有，是，所以就统家掉来收给客家的传统食物，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一个一个来，一步一步走。慢慢哦，妈妈有同你有去下去市场摆摊冇？市集摆摊，去100年，头摆有去100，过了就休上瘾，去做回啦，你就豆腐卡，紧做，幕后就好诶，幕后就好，因为幕后真辛苦啊，对不对？故说你可以有按用一件妈妈同妹的2-3年继续经营嘅店咧，堂空有一个非常伟大远大的梦想，叫做二老要给店妹打造成一间100年老店，是这样子吗？我是有期望它变成一家100年老店，但是如果当我达不到的时候，我就用100年老店的精神来好好做这家店，以100年老店为目标，有100年老店嘅心情。那100年老店的精神是什么啊？我好好奇。100年老店的精神，我觉得它就是维持你原有的味道就好了，不要因为原物料的涨幅，然后你去删减了或者找其他的东西来取代，这样。那我很好奇，过程有遇到过困难吗？比如说你很想要坚持不要受到原物料的影响，但是现实可能就会真的会有原物料的影响。会啊，比如像杏仁片这个原物料，其实是所有食材里面它是单价最高的。但如果它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收入的话，我都还是希望它能是一个铜板美食。还是希望它维持在铜板的价格，对，然后也要用这种最传统的米西来呈现，因为是100年老店，祖传秘方不可以改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妈妈跟米西其实是对阿家婆传下来耶，那这样算一算，可能快要100年喽。如果对阿家婆开始算，加油，目标快达成了。对，也是那种用爱用嘅心情来经营一点点的，真营嘿，唔单枪做的老七角嘅记忆，把自己记忆里面的味道保留下来，然后也是对自己的品牌很重要的一个坚持。也因为这样子，也有得了一个奖，叫做一个人的产地餐桌。对，这个是在103年的时候，也是因为慢食的活动，然后参加了县政府的那个产地餐桌，然后我也是以那个客家牛问水，然后得到了那个最具在地的文化特色奖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比赛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？为什么叫一个人的产地餐桌？就是一个人的产地餐桌，就是以店家做出发，那你这家店你可以拿什么东西出来参与特色比赛？鼓手就用牛温水这个甜品，然后来，而且是103年，10年前就开始有得到亚洲奖，也是我开店的第1年。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信心。难怪特别还印了一张奖状放在这里，算是一个很大的肯定。因为我相信开店都会有一种很彷徨的心理，不知道这样做对还是不对。但我觉得你懂黑云跟黑牛爸爸妈妈当后盾在支持你，妈妈喊做然后煮。对，他妈妈够好按嘞。对啊，按用开店按多年来，有嘛该发想会同妈妈讲哦。当然有啊！想会跟妈妈，要不要借由这次机会跟妈妈说一下？我觉得我上辈子修了一个
那个皮丹服，可以做他的女儿。好感动哦，真的很感动。他也是每天生活陪伴的，对，然后的家人。对，然后其实刚刚有同跟你有聊到说，妈妈叫我很感动，每次我懂幸福，我没懂很先，因为我是苗栗北漂来台北工作，我其实也蛮想念我家人的，所以我很羡慕做在一家人乡下那种做事。然后我也看到你们保留了妈妈的味道，然后老亚这种精神继续保存下去。古时候希望大家太伤心了。希望大家有限的时间啊，做得去台东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去啊，旅游给不卡给点的行啊，吃个客家式的下午茶。没错。好啦，今日到什么旅游，还有从妈妈来到节目当中，同大家来分享真幸福的感觉，同真幸福的美食哦。希望大家嘅收看，希望天天欣赏，今日来做运动了，拜拜。节目好看无啊？好看福喜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，還個到福喜來嘅面書網站，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。